传染病有关名词：109年发生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、疫症、疫病、瘟疫、这病毒、疫苗、病患、患者、着这、着温、防疫、检疫、检疫期、检疫官、检疫所、流行病、防疫官、防疫所、负压病房、传染病、免疫力、免疫系统、隔离所、隔离室、静注、余温、饲疫、储疫、加济、低温、肠病毒、口蹄疫、肠仔热、着人瘟、天狗热、香港脚、过癣、过癣、猪头皮、白喉、走马喉、落吐症、水珠、出珠、鸟鼠仔症、破伤风、肺痨、小狗症、小儿麻痹、寒热仔、痤痢、麻风、太过病、麻仔、出痧。传染的动词有：第一，染、染；第二，过、过；第三，度；第四，话、会；第五，团。